件319蚊，319蚊。好。cutting 好靚 ，cutting 好靚啊！做啲斜紋，真的好薄。做啲斜紋啊，同埋呢個位好特別，喺咪度？喺度。呢啲格位咧好難做啊，同埋咧，我想講咧個布料好薄，個布料好薄身。係啦，完全唔厚，同埋咧係好親膚。平時呢啲材質咧就料咧，可能你會驚咧係好好鞋啊嗰啲啦。佢呢個好啊，好親膚。我呢一個咧叫藍色，我哋跟個領啊。我哋呢個叫藍色，跟住之後咧我哋就會有一個咧就係白色，同埋呢一個係灰色，呢個係灰色。黑 sorry 黑，佢係黑色下邊，上面個領係灰啊。Yes。冇錯。好，今日價錢319蚊。關鍵字係 J 係啦，關鍵字係 J 藍係 Winnie 呢一件 J 藍，包裝頭 J 白，跟住呢個係 J 黑 J 顏色加一。嗱，有機會完咗直播咧，就回復翻正價啦嚇，係啦。所以你哋咧記得幫我讚好呢個直播同埋公開分享，讚好呢個直播同埋公開分享下呢一個落單關鍵字係 J。Mandy what？ 牛仔短褲。後面？講咗咯喎，有一個。等一下。哦。呢個？no。等一下。同時係呢件239。哇！239蚊。真的好平。哇！又平咗80蚊佢。呢件好癲啊！呢件平好多喎。239。J。關鍵字 J。239蚊。 J 黑。布料靚。J 藍。又襯膚。白色。款式又特別。係。白色都好靚。白色都好靚。喂，點解你哋咧可以咧？我未拉 Q 你哋就落咯喎，即係你哋預咗一定係抵買啦，係嘛？要搶，要嗰啲咩搶盡先機係嘛？冇錯。嗱，我係講原價319，今日239，平咗80。係。其實係咪真到好平？佢有啲咧係平得好勁，你知唔知咧？佢咧呢一度咧，睇心情。佢咧唔係啊，同埋咧，我話俾大家知，佢喺呢度咧，因為佢批發㗎嘛，佢批俾韓國本土人喺出邊賣咧。如果你過兩個商場嗰邊賣咧，唔係呢啲價錢，唔係呢啲價錢㗎，佢批俾人好貴㗎，我俾你聽。所以我哋今日咧239，你哋真係要拎239蚊 J。我呢個係藍色啊 ，J 藍，跟住呢一個我哋叫 J 黑，跟住爆炸頭全白色叫 J 白。你記唔記到呢啲位係好靚？平時真心㗎，唔捨得買嗰啲咧，我講真，你今日買啦，你試咗先啦，下次咧你真係早買早享受咯。你睇下，佢一年淨係一次暑假做優惠㗎咋，我哋今日係做咗2個月有優惠。嗱，俾大家望多次佢 detail 水。首先佢個料係好薄身啦，跟住中間呢一個位置，見唔見到？做咗一個皺位呢度，係啦，做咗一個皺位。J 啊 Winnie 係 J 藍啦，J 藍啦，藍格仔係 J 藍啦，跟住咧呢個灰拼黑格仔咧就 J 黑啦，跟住全白色就 J 白。佢呢個料咧係免燙料嚟嘅。好靚！佢係關鍵字個會啊！嗱，條褲嘅關鍵字出邊有縫過喺。關鍵字。褲子關鍵字。H 白色，好靚，係嘛？嗱，件衫係 J 啊嚇 ，J 係黑 J 黑 J 藍 J 白。嗱，咁佢俾你望一望先。首先個膊位呢一個位置做一個牛角膊咁樣，中間呢一個位置做一行車線，呢啲位置係做一啲咧皺位、雜位，跟住佢仲要做一個束腰嘅設計，你可以束跟住。反入去做一個泡泡地嘅感覺，咁佢呢個料係好薄身、好舒服，唔使燙嘅呢一個係啦。嗱，今日價錢啊嚇，今日價錢幾多錢？望多次先，200幾啊？呢個係239蚊啊，應該係。係239蚊。係啦。落單關鍵字 J 黑加一 J 藍加一同埋 J 白加一。落單關鍵字係 J 嚟啦。關鍵字 J 3個字。睇下邊啊 ？J 3、2、1 ，OK。好，藍色、黑色、白色，藍色、黑色、白色。F 唔使打顏色嘅咩？我睇下先 ，F 係咩啊 ？F 係要話 F 要打顏色，F 要打黑或者白嗰件恤衫嗰件。哦。係啦 ，F 呢一個要打黑或者白啊呢一個。黑色、白色。要打顏色。I mean 係啦，要打 F 黑或者 F 白加一。F 黑色，F 白色。
OK，好平。 OK， 真係超抵。加油！本身呢一個折扣咧，佢哋特價咧係要過多2個月先進行嘅。今日我哋提早。